活力社區2026澳門競技障礙挑戰賽闖關攻略。今年嘅所有關卡都喺澳門戶外表演區進行。首先帶你了解頭10個關卡項目，等你做足充分準備。起跑後進入第一關世界屋脊，第2關車胎跨欄，第3關直上直落，第4關平板前行，第5關5尺高牆，第6關飛象過河，第7關車胎方陣，第8關搬水樽，第9關命中目標，第10關拖拖拉拉。隨後將會繼續喺場地內進行餘下充滿挑戰嘅關卡項目。想知道更多內容，密切留意我哋嘅闖關攻略。